来要来看这个气象局来公布着一张台湾里每一个所在的断层发生地震的几率图。讲台湾里未来的50年发生规模超过6.5的地震，这个几率是99%。若发生规模超过7的地震，这个几率嘛有54%。另外，伫个关岛西北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上景阴暗都会增强为轻度的风台，这将会是今年第5号的风台桑达。气象局是讲，对台湾的影响无大。小林山几日讲日头拢真大，除了风过到落雨，气象局预测未来一礼拜天气同款热搁下，台北地区、中部和高屏地区会出现36度的高温，27到28号可能会有第5号风台桑达架起来。现在早上8点位置，距离我们大概还有2300多公里。我们预计它未来虽然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整体的路径大概是比较朝偏北西，逐渐的往日本跟韩国南方海面移动的几率是最高的。最近真侪惊地震，拢伫咧活动，民众难免的烦恼。敢会有愈大地震？气象局公布全台湾44条短暂的地震发生几率，台湾伫咧未来50年发生规模超过6.5以上的地震，几率是99%；规模6.7以上地震几率嘛有94%；规模7以上的地震几率是54%。因为这些几率图都是由历史的地震或者是地质构造的环境，然后学者他们经过一些统计的方式去做一些做出来的估计值哦，估计值可能会做一些更动。不过气象局嘛提醒，这数据是照过去的统计资料来分析，伊的几率是悬还是假，希望民众莫想伤济。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